Hello，大家好，又翻到嚟咧，人係咪一定要翻工嘅系列嘅第4集啦？好多人都會認為啦，翻工咧係為咗賺錢，賺錢咧就會有好啲嘅生活，因為我哋可以食好啲、住好啲、用好啲啦。明白嘅，但係咧我自己睇到啦，好多人喺追求更好嘅路上咧，反而失去咗更加多啊！因為咧好多人將成功嘅人生啦、好嘅人生咧，定義為物質上嘅豐盛，但係咧卻忽略咗我哋精神世界方面嘅豐盛噶。咁等我舉一個例子啦，有好多人咧見到人哋喺 IG 上面 po 紅酒啊、靚景啊、高級餐廳啊之類咧，我哋就會覺得人哋好成功，因為會覺得人哋好有錢啦、好豪氣啦。但係咧，只係得佢自己知道 OT 到麻木啦，俾人鬧到不似人形啦，工作壓力大到不得了啦。咁背後嘅呢一切咧，佢係唔會鋪出嚟噶。而我哋外人啦，見到佢表面上嘅風光咧，我哋就會覺得佢應該好成功噶啦。咁再舉多個例子啦，當我哋見到人哋去旅行啦、鋪吃喝玩樂啦、去玩去買嘢啦，我哋就會覺得佢嘅人生應該都係好開心。殊不知咧，佢其實每日承受緊嘅係職場欺凌啦、食死貓啦、抑鬱啦，咁所有情緒咧都係佢自己屈住喺個心裏邊啦。翻工咧就唔識開心，收工咧亦都諗緊翻工嘅嗰啲同同事唔開心嘅相處。咁樣嘅情況下，大家又定唔定義佢係一個成功嘅人生呢？咁我再舉多個例子啦，就係買到樓啦、高人工啦，可以請到工人姐姐啦，有一個好好嘅名銜職位。但係咧，佢工作量就非常之大，大到咧可能lunch 嘅時候咧，只係能夠咬嚿飯團啦，食個包，咁就要繼續做嘢啦。咁工作壓力亦都好大，咁佢每日咧都要喺 office 嗰度食胃藥。咁佢每日收工翻到屋企啦，可能得幾個鐘去陪下仔女啊，陪下老公啊。整個人咧，成個人乾咁樣精疲力盡，同人相處好差啦，因為佢情緒好差啦，因為好多嘢都要快、要急、要講效率，咁所以咧都唔係點理解人噶啦。咁大家覺得啦，外表包裝好好，高薪厚職有錢，但係情緒啦、身體啦、人際關係都犧牲咗啊！咁樣大家又視唔視為一個成功嘅人生呢？咁以上呢3個例子咧，其實好普遍嘅。可能大家公司左緊就有一個，亦都有可能咧，其中一個就係我哋自己添。我自己知道啦，呢啲生活咧先係大家眼中嘅正常主流，因為大家會覺得，唉，個個都係咁噶啦，個個都係唔開心，然之後去旅行補翻數噶啦，個個都係冇時間休息，要揾錢噶啦。我自己都知道咧，好多人都係咁。呢個係一個主流啲嘅諗法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我哋嘅 topic 叫做人係咪一定要翻工啊嘛？係咪一定要翻工呢樣嘢呢？即係話其實呢樣嘢足以讓你覺得痛苦，你想要揾答案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就無謂再讓呢種痛苦叫做合理化、正常化咗佢。咁嚟緊呢，我都嘗試同大家講下一啲唔主流嘅想法。咁可能會有啲隱義㗎，我都嘗試邀請大家咧打開你嘅心扉去接受一啲唔同嘅意見啦。其實就住剛剛嗰幾個例子啦，我哋都知道，無論物質幾豐裕都好，無論外表個包裝幾好都好，其實咧都難以遮蓋我哋靈魂深處發出嘅痛苦同埋疑問㗎。可能咧你經常都會自己問自己啦，唉，究竟人生係咪就係一定要咁樣嘅呢？人生係咪就係要不斷做嘢，去到60歲就退休？係咪只係得呢一條路可以行呢？其實我明明已經有好啲嘅條件噶咯，我住得比較好噶咯，生活質素已經有改善噶咯，點解我好似仲係咁唔滿足、咁唔知足？點解內心總係有種好似奇怪、空虛、錯嘅感覺呢？喺呢度呢，其實我會話你冇錯，你冇唔正常，你唔係唔知足，你只係比其他人更加快覺察到同自己內心嘅感受，你只係同自己內心嘅感受聯繫得更加深咁解啫。你內在咧想話俾你知，而家有嘅嘢根本就唔係你想要嘅嘢，唔係我氹你啦，或者我安慰你，或者講一啲心靈雞湯之類。現實係其實好多人咧同自己嘅內心距離越嚟越遠，好多人唔察覺自己唔中意，好多人亦都唔察覺自己蕩失路，好多人咧都行緊一條同自己內心快樂越嚟越遠嘅道路。所以其實咧，
佢哋係有一個表面嘅快樂，但係內裏其實非常之空洞。咁所以咧，若果你有呢個覺察啦，其實係一件好事嚟㗎。你應該捉實佢，你嘅感覺啦，同埋你嘅直覺咧，嘗試話緊俾你知屬於你嘅正道。佢嘗試話俾你知屬於你自己真正快樂嘅道路，而唔係社會話俾你知物質等於快樂嘅呢一條路。我哋有一個感覺啦，所以我哋距離我哋嘅內心咧又行近咗一步啦。咁接下落嚟咧有個難題啦，就係咁要點做呢？點做點行呢？從來就唔係得一個答案嘅，因為每一個人嘅價值觀啦，佢追求嘅嘢啦，其實都唔一樣。每一個人咧都係獨一無二嘅，千祈唔好因為害怕與眾不同而去揀一個同人哋相同嘅道路，於是失去咗自己靈魂嘅光芒，或者失去咗自己嘅生命力。所以咧，我哋翻嚟人係咪一定要翻工嘅呢個 topic 啦？你知唔知自己點解你嘅內心會發出呢個疑問呢？其實每個人會發出呢個疑問背後嘅原因可能唔同㗎。有啲人呢係因為忍受唔到職場欺凌，已經好辛苦啦，頂唔順，咁所以呢，佢要行嘅路可能係佢要學習為自己爭取啦，為自己發聲啦，可能去學習人際相處、人際溝通。而有啲人發出呢個唔想返工嘅呢個哀怨啦，可能係因為佢做緊一份自己唔中意嘅工，所以純粹揾下錢。即係我哋經常都會聽，為咗一份穩定嘅工作，放棄咗佢自己最理想嘅。嗱，舉例啦，可能係想發展音樂的佢走咗去做銀行工咁樣，咁佢選擇咗穩穩陣陣，而放棄咗自己最熱愛嘅音樂夢咁樣。咁所以佢嘅下場，佢要行嘅路呢，可能係要揾翻自己嘅熱情。佢要行翻自己應該要行嘅道路，佢可能咧係要重拾翻自己嘅理想㗎。而有啲人咧，佢發出呢個唔想翻工嘅哀怨啦，可能係因為佢好中意嗰份工㗎，但係佢個職場環境咧，可能係唔鼓勵佢即係有好多創意。你跟 order 做好啦，唔好諗咁多嘢，係啦，唔好提出咁多嘢。咁於是滿腔熱誠嘅佢咧，好難發揮啊。佢嘅下場咧，可能比較適合去創業，去發揮佢自己嘅熱情。而有啲人咧，可能係工時太長啊，完全揸乾晒佢啊。咁可能佢要嘅係 balance，佢要嘅係要返多啲時間去陪屋企人啦，去平衡佢自己嘅生活啊、熱情啊各類。咁所以咧，由此可見啦，其實每個人要行嘅路咧都係唔一樣噶。最緊要係我哋清唔清楚自己內心發出嗰個哀怨，係啦，嗰個痛苦我哋知道啦，我哋聽到啦，但係我哋了唔了解佢，了唔了解點解我哋會發出呢個人係咪一定要返工嘅呢個疑問哀怨？咁我自己好明白啦，其實一個問題嘅出現，一個煩惱嘅出現咧，要解決佢講就易，因為講緊咧解決問題嘅背後牽涉好多樣嘢㗎。例如係發現問題嘅能力，有好多人連問題都發現唔到。例如係同自己深度溝通嘅能力，例如係自我了解、覺察嘅能力，對事情有好多方面嘅理解等等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有需要揾人做諮詢啊、輔導嘅話咧，我可以係其中一個選擇啦。我自己最擅長嘅咧就係人際關係啦、感情啦、事業啦、生涯，或者係親子管教技巧等等，都係我擅長嘅範圍㗎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咧，歡迎你 click 入下邊嗰個資訊欄啦，你睇到條 link 有個 Google link 咧，咁你就可以登入再做之後嘅程序。咁我自己咧，其實強烈建議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要去感受下輔導或者係諮詢嘅力量，因為我自己知道咧，好多人其實完全唔了解自己，或者係了解自己嘅深度非常之淺層。我哋唯有越嚟越了解自己，先至能夠貼近自由啦、平靜啦、快樂㗎。咁當然啦，你唔一定係揾我做諮詢㗎，因為社會上咧亦都有好多有智慧嘅人可以幫到大家，我只係大家其中一個選擇啫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呢條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好好去把握靈魂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嘗試帶領自己咧走向一個更快樂、更自由嘅祝福大家，耶！咁如果中意我今日呢條片咧，歡迎你哋撳個 like 啦，撳個訂閱，同埋等我之後出片㗎。我哋嘅人係咪一定要返工系列呢？其實都係未完㗎，所以就期待下一個系列啦。我期待下一集。OK，拜拜，多謝大家。